Hello， 歡迎收睇 U 仔按揭210，我係你的節目主持人 Helen，Hello， 我係 Edison。Hello， 咁其實咧，我哋較之前啦，無論喺我嘅直播或者短片嗰度咧，都有分享過關於一啲居屋按揭嘅問題。咁但係好似以前傳統嚟講咧，可能我哋批居屋或者批任何嘅按揭都好啦，都比較耐嘅時間。好耐啊！係啦，咁而家好似有啲更加好、更加快嘅安排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講緊歷史先啦。我哋做銀行嗰時啦，10幾20年前咧，係要簽申請表啦，申請你有文件啦，影下你身份證啦，咁樣起碼1、2禮拜甚至2、3禮拜先批到嗰個按揭出嚟嘅。而家唔使啦，而家就係你可以用個 APP，直接去銀行申請，電子簽名，甚至文件方面咧都唔使㗎，銀行可以直接攞到你嘅文件嚟去做，一日24小時就可以正式批核啦，唔係咩 pre-approval 喎，係正式批核到俾你，你按揭已經好順利咁樣通關。係啊，咁其實對好多客人嚟講都係有一個方便啦，因為始終買咗樓，你都好想知道究竟銀行批幾多，好想快啲有結果。不過暫時呢個只限居屋啊嚇，係啦。咁如果你哋真係有咩需要用呢個1小時批核嘅一日，唔係1小時係1日，係啦，入去都1小時，係啦。咁可以隨時聯絡我哋 U Mortgage 嘅同事啦，或者聯絡我都可以嘅。咁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啦，拜拜。